热爱大自然的林秋红，这摆画作的主题就是拢来自大台南各地风景名胜，用油画来呈现艺术的水，相当逼真。林秋红参加台南市美术学会等侪画会，所以受邀请伫在建部南区国税局的展览头一天，伊嘛亲自导览，请侪画会好朋友来捧场。认为欣赏伊的画作，伫严重的疫情当中，参照来到大自然环境，会当放松疗愈。林秋红老师的作品，真的非常的疗愈哈。那他是到各地去写生，那从他的画作当中，等于你到那个环境哈去游览一番，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心情非常愉快。尤其现在疫情期间，到外面去走一走。没办法到外面去走，但是我们看他的画，就好像到那个地方游览一番，是非常好的，欢迎大家来参观，是非常好的作品。这个画风它是有写实跟写意的创作方法。那我之所以喜欢画画，是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带给欣赏者，在欣赏之下心旷神怡，身心非常的疗愈，然后又非常喜爱这种艺术的美感，也希望这些景色能够大家欣赏之下，还可以当地去欣赏，造就每一个地方的观光业的繁荣。在伊伫公告笔电协助的林秋红，即摆伫南区国税局以缤纷艺彩为主题，展出35幅的作品，将一直展到6月27。欢迎所有朋友来欣赏，嘛感受画作所呈现的生命力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